主席郭文台已经羁押超过1档的时间，今仔日同意交保，民众党就支持者下晡1点去门卡口甲迎接。高雄街仔头教育派出所头前有车相撞事主，要浪港进前险啊弄伫警察，即马已经甲涉案3个人拢总甲抓起来。日本首相石破无宣布时节，伊讲美日关系已经超到一个坎站，希望时节会当阻挡党内的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今仔日大代志就是要来关心的是，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台是牵涉到警花城案，即马已经羁押超过1档的时间啦。今仔日伊甲律师见面了后，已经同意交保，而且民众党也伫网络来招支持者，下晡1点的时阵会去甲郭文台甲接出来。来看台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现场上新的报道。是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外口，咱现场是会当看到4周是已经拢有这围闸围起来。另外伫咧另外一边嘛会当看到有一寡国文体的支持者也来到台北地方法院外口咯。台北地方法院伫咧审理警花城案，初五是裁定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台通以7000万新台票来交保。郭文台律师陈清源在今仔日早起也有去到台北看守所来办理律见了后，律师是有甲郭文台说明这各种交保金的来源。郭文台嘛同意讲，后续会由伊的看守单陪机来处理这交保的程序。郭文台已经因为牵涉到这个警花城案的代志，目前经经过台北地方法院羁押是已经超过1年了。目前郭文台是答应讲交保，然后伊的看守单陪机，嘛伫咧今仔日早起9点45分的时阵有出门了。另外，民众党的党中央嘛有伫咧面册顶悬要招支持者，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来接郭文台登去处理。为着要来维护这现场的秩序，也有安全的问题，所以台北市警方嘛表示讲，目前伫咧现场已经有40名警力来执行勤务，另外也有备40名警力来待命。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曾俊佑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外口的连线报道，再来甲镜头交登去互主播。好，来看这郭文台经过2天的考虑，今仔日总算同意交保。根据了解呢，伊是按算第一时间会登去到承德，伊的阿母听到这个消息是真欢喜，嘛照这个鼓励传火炉，要互郭文台来过火解温。啊，你有足期待无？有啦，我家己嘛咧哦，足唔甘的吼。对啊，你看伊甲咱找1年，佫找无。佫甲咱贵的。生活嘛是真艰苦咧。好，郭文台的阿母呢是脑后真甜哦，伊唔甘后生安尼拖磨，会照这台湾地互过火甲迎接。即马厝内人这物件拢已经款好势啊，也拿这郭文台伫咧交保了后，除了登去新竹的这个旧厝，也按算会去拜今年2月过身的老爸。另外，要来关心的是一场意外消息，这是高雄街仔头教育派出所头前呢，昨下晡是有车相撞，而且佫冤家。警方出去要甲了解，也毋过呢，这事主看到警察一个来，随准备要来浪港，警方是随开枪甲伊阻挡，毋过煞险啊，互弄着。即马已经甲涉案3个人拢甲抓起来，初步了解，那像就是感情的问题所引起的纠纷。初7下晡4点钟，高雄桥仔头港规派出所员警听到外口有人喊甲大细声走出来看，发现2台车挡伫咧路中，一个查甫人大力地拍倒边这台车的玻璃，看到员警出来起卡就走，上车准备要浪港。员警看办事唔对，牙称爱嫌犯停车，嫌犯无咧信，警方随开一枪弹着驾驶座的门，嫌犯也是油门打咧就走。加在员警闪了紧，干那手有淡薄刺伤。公安军局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追查。陆续在高雄市左营及鼓山区，将涉案39岁陈男、33岁郭男、25岁谢女等3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加重妨害公务、恐吓及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开车弄警察的迄台车车顶拢总负5个人，目前佫剩开车甲落车拍人车门的这2个也被找到。警方已经将押身份通知2人到案说明。警方表示，初步了解是因为感情问题所引起的纠纷。今年3月，严男前女友发现严男带女性友人出入租屋处，而引发争执。昨7日，因租屋处租约到期，要点交房屋时，前女友遂联系朋友们取回物品，而致本起纠纷。
小小的感情问题，最后却因为技检开车弄环境愈舞愈大条。警方表示，驾驶技检弄环境的行为已经犯着妨害公务罪，相当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押也是罚金。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市一个60多岁已经退休的富人人，去年呢是先互诈骗集团甲拐500万去，后来这个诈骗集团呢又搁倒空这买新的中南甲大师，骗这个富人人摕房地产出来贷款，搁再甲绑一领皮。目前是上无有5个人嘛拢受害，这损失已经来到6000万啊！即马警方呢是陆续去抓到27个诈骗集团的成员。警察来，快警察，不要动，不要动，我们没有搜索票哦。警察正顺利地把房间门开开，看到诈骗集团的人，抑搁伫咧困，遂甲人抓起来。一个人看到警察来啊，跳去田内面想要逃走，尾是走到卡无力，倒伫咧涂骹，互警察抓到。有配合哦！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清查高额诈骗案件，发现去年9月，嘉义市一个退休的60几岁富人人，互诈骗集团假冒检警骗走500万的存款。诈骗集团正恶质，搁无放预算，搁想要骗伊的房地产。诈团在引导被害人接触特定的贷款中介及地政士，并要求被害人将名下房地产设定抵押，再骗走其借款。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性骗的主嫌犯有天道明的背景，交给不法的贷款中介，一个地政师骗被害人的存款，一个不动产。这么查到5个人被因骗去，金额到6000万。总共执行5波查缉，陆续查缉抵押贷款的控盘首脑、车手收水集团的主嫌、贷款的金主，还有地政士，共计27名人到案。警方已经抓到性骗的主嫌犯等总共27个人，拢依照诈欺、洗钱防治法一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底，这标立的竹南有民众要去便利店门卡口的这人行道呢是咧施工，伊无细离一个半道，煞去弄到这边仔路顶的基座，伊的面呢是剃几60针。其实进前这台中嘛有类似的案例，所以民众是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政府爱赶紧改善。吴小姐下头剃几60针，敢若一尾大牙工，连鼻啊、喙唇拢受伤，规个面看起来伤势是真严重。扑倒在地上，然后就是碰到了那个灯座的那个基座，那灯座的基座就也有螺丝，也有它加固的那些挡片嘛。意外是发生伫8月28暗时，吴小姐到标立竹南一间超商去买物件，因为人行道正伫施工，所以讲门口拢有铺设茶帮。吴小姐无细离跋倒了后，面直接讲到这路顶的基座，还佫碰起来螺丝钉。约20年前，伫台中也捌发生一个查甫囡仔因为车祸弄到路顶的基座的螺丝钉，造成伤势相当，不治死亡。当时市府有全面检讨基座安全，不过代志已经过这侪年啊。道路边包含号志顶、路顶、路口监视器这无共的基座，有有因无共的安装的方式，有的螺丝钉是锁落去，有的是锁起来，现出来灯道也无共。这个应该是全台的通案啦，因为可能也不是说一般公所可以去做的，对，因为这个。牵涉到，我想应该是说这个设计它的设备的机具的设计的问题。对。吴小姐事后除了要向电工所要求赔偿，也认为全国相关技术螺丝钉拢应该要有防护。9月3已经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爱全面检讨，并且制定全国统一的设施设计安全标准，希望莫阁有人因此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中市前期大学附近上宽的北市东路呢，是有画飘线的人行道，也毋过民众所发现讲，这人行道呢上矮是敢若20公分尔，认为这款设计实在伤过罕古。也若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要求区公所去处理。正伫多维好的绿色铺面，民众闪来闪去，大学就要开学。台中市山路前期上宽北市东路伫路径为标线型人行道，暗过完工了，煞互人一直批评。天桥就牛，上下所在敢若20公分，加上边就是后向内停车所在，那一个人要通过，拢感觉是真易。就是感觉这样走，然后可能会有人突然开门嘛。已经就剩下一点点了。会觉得很危险。对啊，有时候老人家走路不是很好，
会撞到那个地方啊。台中市府伫当地推行标线行政行道，范围是北市东路、北回北中东街、南到东兴路56巷，差不多500公尺。施工期间，野出登发路口标线将近90度，加点头连署反对点证据。完工了，民众发现原本规划0.9到1.2公尺宽进行空间，敢若5分之一认为施工真凊彩。用工处表示，甲道路占用关系，发现有违章建筑、延伸物及占用道路障碍物等情事。已向住户及商家劝导，部分已配合自行拆除，余由区公所依规查报，限期改善。政府强调，施工过程发现有点头的空心砖，电火艇这路中是违章建筑延伸物加占用道路障碍物，已经向住户加点头宽度，会由沙力区公所照规定查部要求限期改善，按若无会停掉。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台南、高雄、甲屏东等等的各道路线呢，是自今仔日开始全部会停驶。这西个路线是交予统联客运来接手，也毋过这民众上车的地点呢是改到离市区1公里远的西个交流道附近。即马地方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供配套的措施。初八透早，民众去西个转运站摕国光客运来回票来退钱，因为为初八开始，国光客运台南、高雄、甲屏东等等各道的路线全面停驶，同时嘛结束西个转运站的经营权。那若西个路线即时开始，由我统联客运来接。这个一个记忆，从小到大的记忆。今天最主要是来退票。对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比较就是在那个外县市会比较不好搭。老岁仔人较无好坐车。有袂少乘客专工伫咧上尾一天的买房车，来到西个转运站见证甲翕相。西个转运站从2013年启用，由国光客运经营。即马南部8条国道的路线停驶，嘛退出西个转运站的经营。地方的民代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予其他的客运来遮进驻。我们会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空下来，也可以去媒合一些其他的客运，比如说像是统联客运，他们也可以愿意进驻。必须到统联的那个站址去搭乘，离这边的转运站是有一段距离，那民众也有反映说不大方便。那据说，这个西螺镇高公所跟那个县府会在协调，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当地民代表示，国光西个路线由统联客运来驶了后，坐车的地点会改去西个交流道附近统联的车站，离市中心超过1公里。地方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到3天，予其他的客运来进驻，或者是安排部分的车帮会当入去到市区，予民众坐车安全佮利便。云林县府交通管制工程局表示，会邀请相关的单位研究可行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既然最近这几档是增加真侪智慧型的停车格，也毋过呢有民众为着要省钱，所以停车的时阵是敢若挂在个车身停入去车格内底尔，这是造成交通的乱象。这县政府表示讲，安尼停的确是有可能会当袂扣到钱的，也毋过呢因为已经违法，所以会照道交条例来甲伊处罚。民众甲车停伫智慧停车格，车身煞有一半停伫外口。宜兰县市区真侪路边的停车格已经改做智慧车格，煞出现真侪亲像安尼，车身有一半停伫车格外口，因为民众认为安尼停车系统就袂发生作用，免纳钱。要停就好，停无你又违规，那车有什么错？你既然要用到那个停车格，就是要付费，因为毕竟宜兰好像都有给前几分钟免费。民众讲袂使安尼停车，因认为安尼可能会造成塞车，也是发生车祸。实际来到智慧停车格测试，发现亲像安尼，甲车停伫智慧停车格10分钟，有影免纳钱。宜兰智慧停车格的收费，拢是靠路边的智慧条迄车格内的车牌来算时间收钱。县政府讲，若是民众敢若半车身停伫车格内，智慧条摄影机，若是因为角度无翕到车牌，就无法度收停车费。请我们的厂商再去检讨整个智慧柱判别的这个范围那当然也避免误判影响到民众的权利。县政府讲，不过车身无规个停入去车格内底，违反道交条例，会当照无同的状况，罚600也是1200块。会请警方加强稽查甲处罚，嘛请智慧车格业者检讨所谓智慧条判托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受到台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礼拜的时阵，基隆、双北也有台中呢，拢因为上大雨传出淹水的灾情。即马气象署是提示讲，这款变大雨的情形会直直到明仔载，尤其是北部甲山区，这路会落甲真粗。礼拜雨搁大搁急，大水雨也造成台北松山机场的天棚破一空，规大片的茶房啊、水管拢落伫土骹，加载无人受伤。台中市西屯区也传出意外，因为雨势太大，造成大树倒去，得到一位骑机车的民众和一台轿车。气象署礼拜暗时也针对基隆、新北、台北、台中发布大雷雨和大豪雨特报。台中的太平区这个地方，它的3小时的雨量其实是有来到非常接近200毫米，而其他各地其实也可以看到，像是我们的中部以北地区、大台北、基隆北海岸都有来到接近50毫米以上，或是100毫米左右。受到南方云系影响，这款落雨的形态会继续维持。气象署提示，拜1、拜2这2天，全台伫中昼到半暝这段时间，拢有可能会闪大雨，尤其是北部和各地山区雨势会上大，而且强度会和礼拜同款。这种不稳定的情形呢，在今天到明天左右，可能还是会持续。像今天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中午过后就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短延时的大雷雨发生，那也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也那温度的部分，气象署指出，未来1礼拜各地高温普遍伫咧32度至35度，尤其是北部和中南部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岛地区因为天气较无稳定，高落雨，温度较低，伫咧27度至32度之间。气象署提醒民众出门爱加啉水，避免着沙。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好，最近这几天这天气是无啥稳定哦。来看台中市呢，昨晚暗暝时阵落大雨，造成一寡灾情。亲像太平区这野溪涨悬，也那中良路的3段呢，是因为这地势伤悬，这大水呢是甲规排的围墙安尼甲呛倒去。另外，伫西屯七里图书馆的分馆嘛有积水的灾情。雨是规桶倒，台中太平区有民众惊落大雨，水淹入去因兜，赶紧贴沙包，不过也是予水冲散去。水太大了，所以直接冲下来了，沙包全部又冲倒了。敢是去翕到雨是真惊人，大水为人家厝边仔的巷仔溢出来，边仔的这堵壁全规个放起，水规个喷起来，嘛影响车路的通行。我安尼车驶入啊，吼，逐条沟啊都拢满。后面地势高，雨水绝对是往低的地方流啊，所以整个雨水是从后面往前面。初7尾仔台中落大水雨，而且佫雷公死呐。伫太平山区嘛造成灾情，伫中良路3段这间工厂外口是庄仔的围墙，因为袂挡你水安尼强，头前排规个倒去，加载无牵连到驶过的车。不过居民烦恼，若是佫落大水雨，后壁的地势较悬，惊灾情会佫扩大。砖块跟砖块之间那个水都从那个缝隙里面，就是都不是那种细细的，是很大一直出来，所以到最后会倒的会是这一边。那西屯区市立图书馆的西屯分馆，嘛有民众翕到室内，雨水是沿楼梯一直拚落来。民众讲，这个情形实在是伤悍。市府讲是因为滚水机边的涂骹有漏一个坑，因为落大雨水倒叫全溢出来，车北血管有派人来修理。另外，市区的台湾大道公车驶过的时阵，水嘛规个喷起来。差1点就破到乌托邦的起诉，咱若伫咧一中街嘛出现人空挂的垃圾水规个溢出来。民众讲希望排水的问题爱改善，避免类似的情形佫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这台股开盘就大起，去超过200点，这指数呢是冲到24229点，这创新的纪录。也那第一天呢，这开盘是冲到1195%，拢总是起到15块。分析师是表示讲，今仔日盘面呢是以电子族群为主，有起也有落。另外呢，这美国最近表现是真强，市场有计讲这联准会有可能会来降息。也那这因素呢，拢反映伫咧台股顶头。毋过后手也是需要其他因素来斗劲，安尼台股才通个继续升起哩。另外来看这家具馆有一寡这机械设备呢，出口的这个传统制造业是受到美国关税影响，自今年8月底开始就陆续来申报减班休困。家具馆政府表示讲，已经有掌握到这厂商的状况，会阁协助这厂商来申请到相关的补助，也是转型的计划。
工厂的生产线按照订单来制作机械的零件。家己关这种主要生产工具机械出口的厂商，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及原本税率的影响，自8月底开始，家己关内有5间厂商计共118人申请减班停困。实施减班休息的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制造业。那制造业底下的这个所谓的金属机电制造业，那最常见的就是工具机产业。咱唔是100%拢销美国，抑搁别去，迄拢无关系。但你回你个母咧是全世界拢有关系。啊，你政府要甲人谈判？你连交一只厂商来做咱迄个问题都无，啊，干那你家己去甲人讲，啊，你也毋是生理人啊啦，你哪知影讲步数要怎讲？家己关罗清楚表示，受到关税影响，必须减少出口的订单，业者要申请减班停困的新人力，需要先甲劳工协调。目前关内有400间相关的业者，拢已经有掌握厂商的状况，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来减少工作的时数。那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劳工要同意才可以实施。那实施这个减班休息呢，也不是说就可以企业就可以不付薪水。那最低你还是得给予劳工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保障。罗清楚指出，针对申报减班停课的劳工，会提供就业安全网的资源。若是有需要，会来辅导厂商申请相关的补助甲转型计划，嘛会甲厂商的需求向中央来反映，希望降低相关业者伫关税当中受到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油伫台南市即马还阁有4个天然气的井，2023年这矿业法修正3读通过了后，针对有这天然气井的关电甲量电率，一个人是会当分到1400块的现金的补助。今仔日透早9点就开始分，真侪人拢欢头喜面来领钱。透早关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的广场排队排甲叉叉叉，大家拢是为着要领1400块的矿山回馈金。意外之财啊，感觉足好的安尼啦。天然气伫恁家恁袂影响着？没。回馈乡里是很好的啦，刚好因为立法院有通过矿业的一个条例嘛，所以我们在地的居民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我们非常高兴啊！经过了解，因为这个回馈金大部分拢是爱透过社团去甲中油申请补助，加上无标准办法，嘛无固定，有寡民众认为无公平，这回该全面发放，民众发声支持。社区分吼，妈妈教室分吼，老人会，这样就只有这些参与的人可以享受到，现在是给每一个人，这个是。有福同享啊！中油这阵伫台南市也有4口天然气井，分别伫咧关电区的量电率甲关电率已经运作20档，虽望以里的范围来发放，不过伫咧气井边仔咧建筑的民众怨叹，因为户口无伫咧遮，无法度领。有危险性啊！可能这驾驶路也较唔好啊。嘛是烦恼讲这里这附近过来啊，下一个啊。下一个啊。85% 要回馈给我们的里民啦哈。然后这次的那个条件是112年有涉及在我们关田里跟农田里2个里满1年，以及那它的金额划换是每人1400元。伫去年10月份公布矿山管理金的回馈金发放办法，这回是头届修法通过了后，正式发放回馈金，所来政府计破发1万块，这事先发钱，嘛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意外之财欢喜。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这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就是这罗西亚又搁针对乌克兰首都来发动无人机甲飞弹的空袭。这届呢是战争以来规模上界大的行动，目前已经有4个人死亡，也有一座这政府的大楼去互崩坏去。即马美国总统 Trump 是表示讲，已经准备好势，要对罗西亚来实行第2阶段的制裁。乌克兰首都基辅真济所在因看到一直穿乌烟。乌克兰空军表示，russia初次针对乌克兰发动810台无人机甲油腻攻击，数量是战争以来上济，已经拍落747架无人机甲4粒飞弹。基辅一栋主要政府大楼被拍到，总理近日内底开直播表示，大楼厝顶甲较悬楼层受损，佫引起大火。这是 russia 对乌克兰攻击的新变化。为2个战争以来，基辅防卫真严密，说是第一摆有政府大楼被拍到。Влучив у будівлю уряду в самому центрі міста Києва.
Ми бачимо наслідки цієї ворожої атаки. Локалізована пожежа на площі 800 метрів квадратних. Наші рятувальники продовжують.防范表示，在全国各地攻击当中有真侪人死亡，包含几乎市中心西边一个地区的一栋高站楼主体，有福利人囡仔不幸死亡。总统泽连斯基伫中部故乡有3基础设施也被攻击。Заяви лідерів держав, інституцій були продовжені сильними діями. 北京官员形容这个攻击是互人家失望，川普表示会对 Russia 施加更加强大压力。Are you ready to move to the second phas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r punishing Putin? Russia 国防部表示，已经对乌克兰军工复合体、加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军火库已经受损。这把攻击启用精准飞弹、无人机等锁定真济军事目标，佮强调所有锁定目标拢用拍到，无针对几乎市区内其他目标，以所后人直接攻击政府大楼。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这日本首相石破无宣布辞职，这是因为今年7月时阵的国会选举，这自民党是输甲土，佮加上这内部的压力。那这石破无呢，伊是讲，即马美日关税也已经超到一个坎站啊，阶段性的任务已经结束，希望讲伊辞职了后，会当阻挡这党内分裂的危機。この度私は自由民主党総裁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中政府甲一年日本首相石破无悄悄暗示开记者会宣布辞职，佮各地干事长新山如表示，爱马上开始选出新总裁定数。まさに国難とも言うべき米国関税措置に関する交渉は、私どもの政権の責任において道筋をつける必要がある。このように強く考えてまいりましたが、先週の金曜日、投資に関する日米了解覚書の署名が行われ、米国大統領令も発出をされました。昨日帰国した赤澤大臣から直接報告を受け、私としても一つの区切りがついたと感じることが、私どもの政権とトランプ政権との信頼関係のもとに成り立った合意でございますので、私どもの政権においてその責任を全うすべきでありましたが、このような形になったことは実に心残りであります。7月自民党伫参议选举惨败，就破破认为家己爱承担责任。即马美日关税谈判已经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束，伊选择伫这个时阵辞职，希望能停止党内分裂的危機。次誰がな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の不安というか心配の面もあります。これだけいろいろ税金のこととかそう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んで、皆さんが暮らしやすい。石破无表示，希望下一届政府应履行对国民的责任，愿意交予新的领导人。伊伫7月参议选举设定的50项目标无法度达成，执政联盟两县拢失去过半优势，是自民党创党以来第一摆，党内逼宫的声音也真严重。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的乔治亚州有一间汽车电池工厂，互移民局的人来甲查，是拢总掠到475个非法的移工，而且大多数呢拢是韩国人。那即马在韩国的官方是宣布讲，因会派专机去甲人接回来。另外，美国是强调讲，这掠非法移工的行动，袂因为外国投资就有改变。大批港人向要求排队接受超新股，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动员数百名官员，突袭位于乔治亚州由现代汽车甲 LG 新能源合资的电池工厂。周边亲像军事行动，将基本有475人互拘留，其中有300人来自南韩。代志引起南韩的惊吓，青瓦代表示，甲美国交涉了后，已经达成共识，会派出无机接回互扣留的港人。 구금되어 있는 근로자들의 석방 교섭이 마무리되었습니다. 다만 행정 절차만 남아 있고 이 행정 절차가 마무리되는 대로 전세기가 우리 국민 여러분을 모시러 출발합니다. 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支持 ICE 的行动，强调这些港人属于非法移民，当局只是依法执法。不过，伊也释出善意，表示愿意检讨产业培训甲后快引进专才管道。我强调这件代志并无损害伊甲南韩关系。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You know, we just made a trade deal, but I'm going to look at it because I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y're saying.
除了参战甲激流，部分个别者也压出厂区内的劳动环境存在疑虑。外界烦恼伫追求经济效益之下，劳工基本权益倾向互牺牲。It's not just because about the workers that are here. It's also abou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workers are treated by the companies that are in there. And you know, nobody in America should ever be treated like that or have to work in these kind of conditions. 美国媒体分析，即摆突袭现代只是开始，外界点名边境刷防后半推动的政策代表移民执法，会扩大到更加侪跨国企业。得胜者的企业投资数百亿美金的投资也无法度合面。这场突袭行动，和南韩甲美国的经贸参外交关系搁陷入困境。当美国一手优化外资，一手强硬执法。安怎平衡经济利益甲移民政策，会正做相比后一步爱解决的难题。公司新闻地位林朋友。迄段大车边来关心的是，这英国诺丁汉是来举办世界室外球大赛的锦标赛。咱的代表队有8队是摕到5块金牌、2块银牌的好成绩，其中女子540公斤是完成4连霸的纪录。最后一次比赛，台湾参加4个组别，分别伫女子540公斤、青少年混合570公斤、甲青年女子500公斤摕金牌，其中女子540公斤，佫是展现超强实力，伫决赛轻松拍败瑞典，完成4连霸。2025世界室外柔大赛锦标赛，初4到初7伫英国诺丁汉开始，其中初6到初7是重头戏。台湾女子柔大赛伫个500公斤级成绩真好，8月已经伫成都世锦创造6连霸，隔1个月佫伫英国世锦赛摕到金牌。教练郭成表示，当地气温变化大，暗过选手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中华柔大赛运动协会也指出，这批选手确实真辛苦、真努力，1个月来参加世运会甲世锦赛2场高强度比赛。有过10年中华八强的尤泽拉阿青拿拿，伫排名赛最终站摆脱开球道当地后边局面，前3节拍完甲巴林81比81平手，暗过第4节外线实会和巴林摕到领先，胜负阶段102比103落伫后边，将最后一波攻势，最后一球传互外线王喜力3分球空心破网。王喜力投射绝杀3分球，结果105比103去遭巴林，也提这一届比赛第7名。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的风不拉王林志胜，伊退休的系列赛是连续3天伫台北大巨蛋来举行。林志胜是真感谢这一路以来甲伊帮助的人。最后一场比赛呢，伊嘛来讲出一支阳春的风不浪，职棒生涯加起来是拢总有305支，有影是真水气。在最后这个时刻，谢谢我自己。伫引退仪式发表感言，中华职棒全队打王，被全领队邀请林志胜感谢对家己讲辛苦咯，挡袂了感动的目屎。从9岁打棒球，打到现在43岁，34年，我没有不舍，我很感谢棒球给我的所有的东西，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家族。很好的回报。也感谢一路帮助的人，包含桂英昌、蔡其昌、刘宝佑、高定良、洪一中、蔡文忠、吴福连等。赛后影片内底也有真侪人对伊送祝福。有8伫12强开放的对手589连梅赛，甲经典赛讲出安打的一本强投电中奖台。此刻在一垒，我们要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要陪伴林志胜，也就是他征战多年的老队友，一起来欢迎一垒手辣爸潘宗伟。引退仪式中，林志胜找对包过去6时期老队友，包含潘中辉、赵志伟、中宪当年成就连线，完成最后一摆上杀手臂，林分瑞将所有球具放出来，象征结束球员生涯。拜至引退系列赛最后一场，林志胜拍第6棒收一垒，领队前3局就摕到10比0领先。伊前3摆一场无讲出安打，6局下半一出局，伊要将全垒打纪录个跳悬。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林志胜，左外方向的飞球，距离够不够远呢？这个球全垒打！生涯最后一摆比赛，伫最后一个打击机会，生涯全垒打数更加喜，有305支，继续稳坐中职全垒打王。这支全垒打也是林志胜大巨蛋首封。那伫中职15个球场拢落开封纪录，而且为新人开始连续22年拢讲出全垒打。
政治节的比赛了后，特别邀请歌手丁惠美现场导阵，以台剧单唱313美顶经典歌曲。3场献体系列赛有106316人进场，该车中至3连战进场人数成员。造成个别中至传奇球星，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统计，这劳保的稳型负债呢，已经来到13.5条啊，这是比2024年搁再加1条歌。专家是来分析讲，这是甲高龄化也有少子化有真大的关系。另外，这通货膨胀也互给付的金额增加。即马劳动团体是建议讲，应该爱来设一个主权基金，也有劳保的改革，互劳保会当延续落去。劳保破产的记录增加。主计总处公布11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统计讲到劳保稳型负债问题，也就是未来爱负担法定给付的义务。到2025年6月底为止，增加到13兆5千亿，一年来直头增加1兆7千亿。物价到多少趴 ，CPI 到多少趴，委托的精算单位他们通常就是假设的那个参数会用比较高估的方式去假设，其实你事后去检验，跟实际状况都有蛮不小的落差了。第一个少子化，那少子化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入职的这个人口他就少，相对的，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碰到婴儿潮时期，请领的人多。可是相对的缴的人少。劳保稳型的负债直头增加，嘛连带加关国际政府稳型的负债有甲20兆5千亿。专家分析，主要甲人口结构高龄化、甲少子化有上大的关联。另外，物价指数嘛，为过去0.9%加关到1.8%。老年年金的给付对通货膨胀大幅度增加，整体支出的速度是远远大过收入。应该政府要仿效挪威养老基金的模式，成立所谓的主权基金。那它的财务来源有很多，包括去课征富人税，那包括从其他税收的部分来挹注。专家认为讲，劳保面临结构性的问题，一定要改革修法。不过嘛，需要主权基金来支付需要的资金。专家提醒，目前叫上升薪水已经有到47000，不过劳保的等级上悬敢若45800，若无应用的措施，劳保的问题恐惊真好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这城仔开发案呢，其实已经差真侪档啊。即马宽屏呢，互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甲撤销去。也毋过，即马台北市政府煞继续咧进行这土地协议买卖的程序，互自救会是真不满。也乃市政府是回应讲，即马专案要有定论进程，一切拢会照规定来办。是否违法？是否违法？环评撤销。化口号批评北市府违法，协议结果的会期无效，禁建超过50年的城仔开发案伫前任市长任内通过宽屏，自救会提起行政诉讼救济。台北高中行政法院4月判决胜诉，撤销宽屏处分。自救会认为，既然宽屏互法院撤销，市府采买举行的土地协议结果定数都是违法。坚决反对区段征收以及协议架构，我们坚持要解除禁建。原地改建9大聚落完整保留，以保障我们的居住权、生存权以及发展权。自救会伫人权甲环保团体的协助之下，拒绝市府以开发之名向逼迁之实。也毋过赞成开发的促进会也到场表达立场，支持市府开发。难道说他在上诉中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吗？不是这样子吧？说要整个案子要停下来，这个涉及到。各位记者来过都知道，这个环境超级差的，工厂一大把，荒地一大把。台北市政府也依法提起上诉。那在判决定验前，环评的审查结论还是有效的，也就是环评的还是属于通过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依照区段征收的相关作业、法定作业程序来继续执行。对此，市府强调，虽然法院撤销开发案的宽屏，也毋过市府已经提起上诉，无定案进程，一切依规定办理。土地所有权人会当参加这摆会议，也会当伫年底进前交交同意书同意开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伫新北市邦桥的新巨蛋社区呢，是超过8000个住户，因是来指控这建商呢是无照导施工，而且材料呢嘛拢无合格，甚至就连牵电线嘛牵甲出问题，造成上百户是熊安尼熄电去。即马建商是回应讲，会搁再来检查甲维修。
新北邦球的新巨蛋社区拍开大楼供电设备回流牌，铁挂顶悬也有进前发生烧拍电混污的分者。自号指出，社区近10年来已向3栋大楼前后发生回流牌接头烧拍电事故，每一摆拢造成上百户向停电，各烦恼是不是引起公安记录？特别早起自号伫兵役代表陪伴之下开记者会，要求政府介入追究建商的责任。没有按照审核图纸施工，回流牌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安规标记字样，他应该要去找台电，这是他的工作。我们是跟你买房子的，你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安全的家，我要的就是没有公共危险。如果今天它一旦在里面燃烧起来，我觉得 C 栋可能就是像之前前后会一样，它可能会整个高楼烧起来，而且我们又住在这么高的楼层中，我觉得整个安全上是非常危险的。自号表示，今年2月佫发现回流牌接头烧拍电烧害去，和121户的住户爱90天轮流断电。自号控诉建商用过报告期做理由，再修理，社区最后家己走总200多班家己抢修，佫找机电技术工会来鉴定。自号指出，照鉴定结果发现建商无按照审核图纸时间回流牌，那爱全面来换照审核图纸时间回流牌，工程费爱代票1亿5000万。个案呢，我们的东西都是经过检测的，然后在维修的过程中也有发现有水在里面，所以有可能是使用不良什么东西，经过检验台电程序来做的电的。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们当然也会去做接下来的检查，然后维修。建商回应，当初都经过检测后续结果做检查维修，做好呼吁政府单位介入调查督导。建商也全面照审核图纸来施工，重装安全合规的供电设备，应付住户安全的家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各位因的调查发现，讲这青少年的用定情，也是讲爱困药的比例，这4档来是加要1倍遐尔济。即马专家是来提示讲，这青少年呢是因为3C的产品用伤济，困袂去，也是讲困无够，可能这药啊就会渐渐甲食掉咧，并若无食就袂困着，所以呼吁家长甲医学界要爱注意。夜深仔煞困袂去，这是真侪受到失眠之苦的患者心声。最近几年，这个困扰也渐渐出现伫青少年的身上。国卫院分析2014甲2018年的数据，发现青少年使用定情安眠药的比率为20.4%，提升到0.8%。4年时间特别翻倍。国卫院副院长同时也是神经甲医学中心主任单位检认为，这甲即马囡仔的生活形态有关系。这个年龄层。在过去一段时间，很明显一个变化就是说，3C 产品的使用变普遍哦，所以你可以了解有很多青少年晚上使用这个可以到非常深夜。我觉得它背后可能跟他的生活形态改变有关。特别注意的是，青少年的非医疗使用率继续提升，可能透过同辈处置药物，也是无依照医生方法来食。单位间提醒，这代囡仔可能因为3G 使用普遍，睡眠不足。含是对安眠药的瓦靠，也毋过伫成长阶段服用，那是影响脑部发育、认知甲学习能力，食调调的风险也袂当疏忽。镇静安眠药的非医疗使用，其实也有比较高的风险呢。它也会用其他的成瘾性的物质哦，比如说酒啦哦。这款的情况并无局限伫青少年，中年女性同款是失眠的高风险族群。专家单位建指出。定情安眠药只是剂配尔，为青少年到女性的药物依赖，拢反映出生活压力之下温休。社会更加需要完善的心理支持甲医疗资源为高，才会当降低滥用的风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咱的副总统萧美琴是来主持海巡巡防舰，也就是花莲舰的交艦仪式，所落来会部署伫咱东部的海域。另外，今仔日也来举办这海巡第5只1000吨级的这巡防舰的落水的仪式，而且甲号名叫做平湖艦。萧美琴是强调讲，这和平是真需要守护的，会继续来强化国家安全。请往上揭牌。现开报部副总统萧美琴正式回献河CG1007海巡第5只1000吨级巡防舰号名平湖艦，然后阁进行落水仪式。请直评。仪式由海巡署长张忠良副经理文玲启动，象征代表守护海巡兄弟的眷属。向副总统强调，亲人支持是海巡兄弟背后上坚定的力量，向眷属致谢。也讲到和平是需要守护的，继续各人各族，应强化国家安全。
面对国际情势的风云变幻，俄乌战争、中东冲突，都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今天同样是第4艘千吨级巡防舰花莲舰正式交舰的日子，副总统萧美琴更是亲自登舰示导。萧美琴伫花莲南驾驶室外口向大家握手，花莲南交南了后，就半交予海巡署同机队部署伫东部海峡。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除了慰勉海巡兄弟，也讲到花莲南原本是第一只海巡爱社小海巡，按过伫欢迎通过对港预算，无需要写小路。在追加预算还没有追加回来之前，本来是我们第1艘要开始赊账的船，总共有7亿多必须赊账。现在追加回来了，在海象风浪5级的时候，还可以持续有效提供直升机安全的起降。它也具备了这个夜间海上搜救的能力。花莲南有中科院开发的近海火箭弹武器系统，20支炮遥控镜塔，高压水炮顶，也有红外线这显像机，能增加夜间搜救能力。整个花东海岸线它是非常漫长，其实这所谓1000吨等级的巡防舰呢是比较适合的。那会在地带侵扰的话，其实它必须要靠这种所谓大型的巡防舰去跟他们做海上对峙跟对抗。根据海巡署的规划，青铜级巡防舰总共会起6只，目前已用4只交艦，按算会伫116年用全部交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的是，这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定呢，是经过8、6礼拜的思考，今仔日早起总算同意交保。也那伊的看守单背机是随出门去甲办手续，另外伊的阿母呢是传这火炉要来互伊过火，也搁有这民众党呢也要动员下晡1点的时阵去到北检来集合。也那即马检方是当咧建议，敢要提出控告。律师团一早起来到看守所会见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定，向裁决7000万交保伊，经过周末的思考，催备同意交保。跟柯文哲先生说明，关于资金筹措的这个来源柯文哲先生他同意，由陈佩琪医师来办理后续的交保程序。那这一次的交保金其实都是由家人来负责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好让柯主席可以点头同意。听到消息了，郭文定的太太陈佩琪即时出门赶去银行处理交保的手续。伊嘛简单说明讲，经过1年来的拖磨，郭文定同意交保，银行需要较安全平静的环境来面对家己的官司。经过这个1年来的可以说是折磨了，那我的先生需要一个比较安全、平静的环境去面对自己的官司。其实，伫顶礼拜5，郭文定已经裁定定保，不过伊透过律师发声明讲，爱搁签书，即马同意交保。因老母讲，郭文定会去祭拜因老爸，嘛已经传烘炉，要甲后生过运。讲咧，说流目屎，唔甘后生的遭遇。习俗都爱按照，按照教人的习俗。另外一个人找1年又找我们希望他平安健康。因为郭文定讲限制住所，若要登新店，就要伫裁定的时间，用手机交代1点住所的画面。面对郭文定交保，支持者早就到现场，欢迎外口全是人。民众党嘛动员下晡1点伫北检集合。警方是派出上少40个警力来戒备。到目前为止，北检阁咧研议，敢有要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这双十节宴会是伫南投举办，地点呢就选伫南投市的茂罗溪。即马县政府是预计伫16暗时会来试办宴会，有民众是感觉真期待。不过嘛有人烦恼这交通可能会拍架，所以希望县政府会当好好规划。2025双十国庆宴会伫南投，选定马路溪边的道济禅寺做即届试办宴会地点，嘛已经肯高空家规咧宣传。官府拍算9月16暗时8点会先试办宴会，试办超过300粒，时间大约3分钟到5分钟，来较近观礼台以及山顶观赏点的视角。有民众感觉真期待，嘛有人烦恼交通会拍架。唔知有其他的所在会使去无？因为迄天一定人足侪，车嘛唔知要囥搭。交通的问题，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宣导，要入场嘛，真好入场。要结束的时阵，大家要倒去厝嘛，会使真平安。南投县政府表示，初步规划伫咧南投市育景大学。
南投往来产业园区这所在设关商店，并且伫草屯民间南投市设专运接送站，到时会调超过200台游览车来接送。烟火9月16日释放的这一天，还有10月10日哦，伫咱会展中心附近哦，拢会交通管制。咱县府甲南投市公所有选定2个高处观赏点，底下咱嘛有规划相关的市集、个小舞台。南投县府指出，16暗西邦宴会迄天嘛会实施交通管制，会禁止人甲车入去管制区，请民众爱配合。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前一阵仔呢，这受到风台影响，国内农渔业是损失甲真惨重，尤其家己的蚵仔，这产量是减真济。接落来就要来过中秋啊，所以渔业署呢是加强行销来推出中秋的优惠，希望民众会当倒支持在地渔民。因为前一阵仔台湾受到风台影响，农渔业受损严重，尤其嘉义生产的蚵仔，因为受到风台影响，产量减少。中秋伫要到啊，中秋烘肉若有要准备烘蚵仔，可能本就爱较粗咧。2个台风造成我们嘉义这边最大的一个牡蛎产地哈，那受损的程度大概有2成5到3成，供应量我们透过各一类的，不管是电商平台或是实体通路的一个合作，我们都加强在行销我们的水产品，所以基本上现在看起来会稍微价格会有提升的，大概就是这一个牡蛎。不过，渔业署表示，其他的海产产量拢真稳定。为着加强国内的行销，渔业署有和真侪网络平台店家合作。即届嘛，甲渔会合作推出中秋海产优惠。农业部表示，国产的海产真多元，即马结合 AI 冷冻技术，会当增加保存的时间。另外，因为即马的小家庭较济，嘛针对小家庭做实在的分装，提高方便性。那透过我们这样冷链的这个计划呢，让它的这个战斗力更加的强。除了时间是可以延长之外，那我们也针对了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形态的改变，做小包装、做分切，然后做这个熟成料理、做多元加工各样的处理。渔业署表示，国产的海产营养又搁多元，呼吁民众中秋烘肉会当多多支持在地渔民。除了伫网站买有，嘛提供真侪优惠，也有抽奖活动，政府带头买饼买去。记者陈心东、林孝凯台北报道。这中秋毋若是会当烘肉，伫咧屏东呢是邀请5位在地总铺师设计菜单，用当地出产的泰国虾来传创意料理，达到6000块，按算要开200桌。甲虾啊等落去鼎内，含蒜头、番姜、盐水做伙炒，变几下了后，刷落来甲5柳枝的韵料倒入去搁炒，互泰国虾入味。一出当初雷蒙泰国虾就会使准备器材。屏东潮州是国内饲泰国虾的大乡镇。今年中秋节举办大会菜的办桌活动，每一道10出菜有3种无同的泰国虾料理，一道总共有5台斤左右，要互民众食好欢喜。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话，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比较酸甜口味的那个泰国虾，这样子料理起来口感也不错，有别于一般的那个煮法。屏东潮州的赛新虾拍开知名度了后，电工所今年邀请地方5个总铺师设计用泰国虾料理办桌，一道6000块，按算要开200桌。初八开始会使订，到11点左右，电工所统计已经订超过5成。考虑到环保的一个问题，跟一些油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年特别改变方式，采用会炒的一个方式、圆桌的方式来做处理，让各位乡亲或者是来潮州的游客可以共同来享用美食。电工所讲，前几年拢是用烘肉的方式，但因为今年活动办较大，惊造成空气污染，所以改用人道的方式，邀请民众10月初4中秋节到潮州食泰国虾。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
东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